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
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
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却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却被赦免，借羔羊的血，再来，哈利路亚！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我已被赎回，借着羔羊的血，圣灵充满在我心，我罪全被赦免，借羔羊的血，我停不下来了啦！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起立，咱来祈祷，咱来学乐咱主咱的上帝。这首诗歌我当受赎回，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我的心，我最拢伫下面可有个保护？我当受赎回，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信心充满我的心。我最拢伫下面可有个保护？我当受赎回，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我当受赎回，可有个会保护？信心充满我的心，我最拢伫下面。信心充满我的心，我最拢伫下面可有个保护。咱拍鼓将荣耀归予咱的主，咱要来献上咱的学乐甲感谢，也承认咱的亏欠，用主的话做的宣告讲：耶和华，愿你对你的亏来成全，安尼我要因此学乐你的大权能。我要保养你的名伫我的兄弟，我要学乐你伫会中，救阮的上帝啊！求你因为你的名的恩光帮赞阮，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赦免阮的罪。咱开声咧感谢咱的主咱上帝伫过去，无论是顺境逆境，伊拢保护看顾，甲咱三个同在。咱开声来祈祷。来，主，我
天父上帝，你的十架救恩帮赞，互阮会通伫主你荣耀同在，拢对永远有毋茫。上帝，你恩待甲阮三弟弟，我面对着这世份的威胁，阮有缘会通，靠着主你所愿的，开来勇敢壮胆，就说。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俄罗感谢你，你赏赐阮活命，赏赐阮贵司，你赏赐阮勇敢壮胆，你赏赐阮伫患难日有平安有毋茫。当阮俄罗伫你面前，愿你来感动，俄罗诚做你的宝座，愿你来坐位，愿阮的俄罗透过你的宝座前，得到你的感动，祈祷靠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城市来祈祷。咱做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捌你的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为耶和华你袂捌去杀找你的人，着学老徛起锡安的耶和华，将伊所行的报扬伫众百姓的中间。咱做为着咱的国家、咱的城市来祈祷，也为着咱的执政掌权的，为着在防疫的过程中间，所有遮的政策利益伫即块土地甲百姓，也互咱的执政掌权的会通所拟定政策合上帝心意，谦卑甲上帝同行。咱做开声来祈祷。感谢你。七者，念啊你的救恩，早关着对你来，主啊，互阮毋是我靠家己老，毋是我靠车，我靠马，我靠万岁老花才能成就这个事。愿主你恩待我台湾，伫全世界，诚做足的管道，主啊，愿主你来恩待，互阮伫这疫情中继续看见上帝的保守看顾。是阮所，阮的主，阮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你看顾台湾，过去受排斥，伫患难中，伫困难的中间，你予台湾会通诚做全世界祝福。阮无掠安尼来做满足，求你予阮的执政掌权，知影敬畏你，完平对你来，也会通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主上帝同行。困乏伫台湾空中黑暗的关系，讨棒即块土地顶面的百姓，心灵得到自由，知影敬畏你。互阮的执政者知影权柄是你所授予，所以心存谦卑甲敬畏。互台湾伫主你固守的面，脱离即个疫情的惊吓甲侵害，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要做伙为着咱的需要，以伫头房来祈祷，用主的话做伙宣告。我阁甲恁讲，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既若求的得着，找拄着，拍门的甲因开。咱为着咱的心的甲主上帝的中间的关系，也互咱会通得到自由讨房，会通彼此相疼，互咱伫心神肉体，伫咱的婚姻感情，要得到上帝所授予的产业。疫情冲击，伫产业工作，为人放有薪者，所以咱爱为着伫即段的中间，求主来怜悯。固守，互咱的工作，互咱的事业，拢会通得到保全。即两天有即个考试吼，求上帝互即个青年人因知影敬畏上帝有智慧。人甲人中间，因为疫情，所以大家拢乖乖伫厝内所以全球的家暴的事件嘛增加
求上帝来帮助，互人甲人中间亲人和睦，会通徛起温柔互相对待。如果咱中间有需要伫遮服侍台岛，你会通原地起立徛起来，会通即个你换手伫你的所需要的部位。咱即个时阵恁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咱开声来祈祷，咱做伙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亲爱的主耶稣，你创造阮，阮有灵有魂有体，阮灵会通甲主相通，互阮思想感情一直拢保守看顾，阮所有的系统，无论是呼吸，阮的心血管，阮的整个消化系统，主你用你保卫来清气，来养行阮，互阮通自由来到你的面前，诚做永壮。会通诚做别人祝福，主啊，你是供应到也阁有剩的上帝。伫欠缺中间，主你是阮的牧者，互阮无欠缺。你引带阮行过死的山谷嘛，毋惊灾害。透帮阮的心灵会通得到平安，互阮勇敢壮大。面对这黑暗的关系、瘟疫的流行，阮的心有完全主你所享受的平安。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日的祈祷，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愿你阿乐少年你的路古的祈祷恳求，来听你的路古今仔日所祈祷伫你面前的求祈祷。愿你入微看顾这个殿，就是你所讲起我的名在伫遐个所在，来听你的路仆所要往即所在祈祷的祈祷。咱为着牧师中一团队逐项的服侍，求上帝赏赐稳定甲权柄。咱为着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伫礼拜中间，袂拄久，领受真理，真理互咱会通知影上帝的恩典，会通伫遮诚做上帝的出口。求上帝来赐，今仔有一位成因洗，一位健身礼，互因会通对属灵生命成长，对婴仔到伫中大成因。这礼拜有做遮的侍奉训练，愿上帝甲咱三个同在，特别透过小组，互咱彼此鼓励，彼此来分享，彼此会通伫遮来带导。为着第三区所有遮的组长、区长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主，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你伫你的圣殿来彰显你的荣耀。你伫逐所在，伫教会，伫厝里，你是阮的主。你是阮伫患难中的避难所。你是阮行路的时保护者。你是阮伫忧郁不安的中间的安慰者。帮助阮伫礼拜中间会通甲主上帝相拄，深深感受到你的同在。愿
主所愿，阮今仔日的敬拜真做澎湃者，透过主你面前得到你的感动，彰显你的恩典祝福充满伫阮中间。阮也要同心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祈祷讲：阮的天父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意识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无阮的人。无你带阮的意味去，救阮的因国、权力、荣光，拢是所代代无尽。阿门。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伊无久长责备，袂永远肯受气。请咱做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527首，圣诗527首，咱拢正做一家人，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惊你。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慈悲。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敬拜，因为耶稣的慈爱，因为耶稣的慈恩爱三万代，有时欢喜。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天地全能荣耀至圣的爸，愿来到你的面前，感谢落你。主你差遣独生的圣子耶稣基督，感谢真侪人担当阮的罪，佮甘愿承受凌辱、鞭打、忍受痛痛，受钉十字架顶，顺服到死。因为你为阮的牺牲，互阮今仔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罪得到赦免，生命得到永生。因为你是对死而国活的主。主你讲，阮若承认家己的罪，
上帝，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较要赦免阮的罪，洗清去阮一切不义。但求圣神帮咱更新改变，教导阮，通除去阮一切的捆绑，互阮成做一个属灵精进的得胜者。而且一切的邪恶，通对阮内面拢离开出去，互阮成做你荣耀的子儿，做你美好的见证。主，阮今早起特别要感谢主，你看顾台湾这个土地甲众百姓，伫这个瘟疫的中间无受到严重的灾害，你赏赐阮有够个平安。总是上时，阮要为着台湾这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疼心，甲控制疫情这种的效率，感谢主，得到侪侪国家对阮的肯定，展现台湾国家的价值。但伫你所创造即个全球世界的土地顶面，阮看见也有侪侪在国家的百姓，因也袂来脱离，甚至还佫处伫个病毒感染威胁生命苦难中的每一个人。阮依愿恳求你，使阮人民叫即个病毒来停煞，病毒赶紧来摕去，互因有缘早日脱离即个苦难。主啊，虽然世上无平安。总是阮恳求你圣神来帮助每一个世间人，着举头来仰望主，将迄个平安甲愿望藏伫阮的内面，互福音真做伫苦难中的安慰。主，阮即时阮也要为着阮的肢体，侪侪欠缺愿力来恳求。主啊，伫阮的中间有人事业工作无顺利，经济面临困难，甚至有家庭、婚姻、亲子。等等的关系失去才和谐，失去疼，学生课业的压力，甚至这2天面对考试，身体产生侪侪的病痛，甚至有姊妹要来生产。主啊，等等这个问题的需要，我确信，主你拢明白因大人的需要，因的欠缺，你也清楚阮大人的困难，无论大病或者是小病。无论大事或者小事，但愿拢恳求天父上帝，你来叫这个疼痛、衰弱、挂虑、忧愁、烦恼，拢会通照你的旨意来离开阮欠缺每一个兄弟姊妹。求你赐福伫阮每一个肢体行者身上，既然软正的你加添气力，野善的你加添力量，既然听效你的，要得较重新得到气力，软弱的要变做刚强。上帝，阮确信你要亲自来担起因遮忧愁甲重担，互因通得到透放，享受伫主内面你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伫你的疼的内面，搁一遍来翻转因的人生，来经历天父你丰盛恩典。主，你的话你永远讲，耶和华是阮的力量，是阮的盾牌。阮心内若倚靠你，就通得到帮助。所以，阮的心中充满着欢喜。阮要用诗歌来学着你。但愿即个礼拜也要特别为着几项事来祈祷。求主赐福今早起要受洗虔诚的2位青年的兄弟，祝你赏赐很有属灵的智慧，通明白圣经，互因生命日日更新，信心과坚定，刚强壮胆，甲主同行，一生通行伫上帝你的旨意的内面，成做上帝你一个美好的见证人。这个礼拜有阿甲别领袖的小组，本周也有这个手证的训练，拜六圣礼典，等等这个时间，主求你来掌权，一切进行拢通顺利。特别阮也要为着第3区、第3市小组区长、副村长老、小组长段荣、永康执事来带导，也为着这所有的组员因所面对的这个问题、种种这个困扰，求上帝你加添信心，互因大家透放。压力在捆绑，祝福因大人拢有平安喜乐。愿安尼伫你的面前，衷心感谢阿乐，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咱要做伙来启用，启用文59篇
罗马书第10章，圣诗的后面启示文59篇。咱做来启应，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我以对声中我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的人会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你有讲就以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都无信伊，乃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才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也偌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献诗，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现在起，因要为咱献的诗，主啊，听我，主啊，听我。
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3章16节到23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3章16节到23节。上管的耶稣，请咱看影幕。现着我来读。保罗起来徛摇手讲：列为以色列人甲敬畏上帝的，请听。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上帝敬咱的列祖。当百姓出外伫埃及地的时，甲因成全，举起手带因出遐，搁伫旷野吞忍宽容因，约略40年久。已经灭迦南地7族的人，就将迄个土地分予因作业，约略有450年。这代志了后，用士师予因。到了先知撒母耳以后，百姓求一个王，上帝就将便雅悯支派的人，基士的囝扫罗，予因列过40年久。已经废伊，就举大卫做因的王。干净因讲：我得到亚西的囝大卫，伊是合我的心，凡事要遵探我的旨意。对即人的好意，上帝照所应允的，甲以色列人立一个救主，就是耶稣。以上，这是咱要请咱本堂的义牧师来讲道。今早起，伊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伊。毋是我，是伊，毋是我。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是你的救赎，毋是阮的权能；是你的恩典，毋是阮所付出的功德；是你的话透放互阮心灵得到自由，互阮会通伫遮三角组织有了敬拜，真理叫阮认捌你，也继续用恩典来充满伫阮中间。祈祷感谢靠所圣名，阿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咱透过即段圣经，是伊，毋是我。过去咱伫遮百个中间，拜五有伫即记者会中间有拜几粒时过？6粒，表示就是讲。那个调好就好，不要再调。表示讲即连续有6天的无人着到即武汉病毒，所以昨咱看有3例吼，即3例是拢是对外国倒转来吼，所以连续到要20天，咱看伊讲对台湾咱对付遮的瘟疫大家拢真感谢上帝吼。不过，咱看伫记者顶问的中间，伊有甲陈时中部长中部长伊有几句的名言其中有一句就是讲，家己选的国籍吼，家己爱负起安怎，迄个责任嘛吼。即句是上经典安尼吼，就讲你若选择台湾的，你毋当有即个优惠，也是讲即个稳定对无吼。所以伫遮嘛，互咱提醒咱讲，你所选择的是毋是甲以后你会当享受迄个永远的稳定。所以记者咧问讲，即边咱的即个确诊就讲你有得到即个病菌的甲伊肯定讲这是偏假，然后呢，关键伫啥物所在？得问即个部长部长也讲是因毋是我啦吼，是民众，是咱所有的民众有好的配合，才有今仔日即款的情形吼。全世界拢咧做全世界拢咧研究讲，奇怪，恁台湾到底是有啥物款的云端安尼，才有即款的成绩出来吼。其实伫17年前，你知影咱付上真大的代价。伫17年前的SARS，因为即个苦难的经验。地教互咱伫咧中间有防避即个瘟疫
一款遮个观念甲态度。所以咱随时咱也因为无啥爽快，咱就会挂啥喙暗对无？啊，你若伫外国，你这破病人，你毋当会挂喙暗。总是即马慢慢咧改变啦吼。所以甚至有人讲哦，你顺时钟顺时钟得永生安尼吼。啊，不过咱知影讲最近吼骂甲臭头啦吼。你是要害台湾的企业哦这会袂生存的是无吼？啊是讲迄个1968迄个热点吼，去互骂甲臭头对无？吼，明明都暗时都无开，你是看到飘哟吼，安尼吼。所以有真侪互咱知影讲人袂通诚做一个救主啦吼。圣经内底嘛是看伊讲对旧约亚伯拉罕，上帝透过这救恩，摩西，搁来咧大王，到伫洗礼约翰，人拢咧问讲。你是迄位要来吗？特别洗礼约翰人嘛问：你是基督吗？你是迄位要来吗？总是伊讲啥？毋是我，伊讲他必兴旺，伊要兴旺，我要安怎？衰微啦，我连甲头会大都拢不配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要透过基督信仰、基督的救恩的一个历史来了解。保罗安怎伫遮来做见证？第二，咱看要确认耶稣基督伊的救恩的名单有你有我无，有咱的亲友也无，是伊，毋是我。对扫罗，就是咱后来称作保罗，今仔日的经文开始就讲保罗吼。保罗的意思是真细小的吼。伫遮过去伊安怎耀武扬威啦吼，就种伊摕到即个大祭司的文书，然后要到伫逐所在伫遐来掠遮基督徒。咱来看即张图片吼，你感觉扫罗是对一个是摕石头的，还是徛伫遐看？有无？是迄个吗？是伊吗？是啦吼，你若去看圣经吼，逐个脱迄个外衫了等伫下骹吼，伫遐爱着伫遐徛关山看尾石头安尼，你看人安怎甲司提反伫遐用石头甲钉死吼，然后圣经佫讲啥？伊对司提反互钉死，伊感觉足欢喜吼。这是伫第7章《使徒行传》第7章伫第9章，咱看伊摕到遮个文书、遮个文件，然后到伫逐所在会堂，讲来将遐交出来。所以圣经讲有男有女，伊就甲因安怎掠去，然后去落伫家里吼。咱知影伊到伫大马色个路站，有看见迄个天顶个大光照一个怎青暝，总是伊个心个目睭怎开开。伫遐安那尼亚来帮助伊，安那尼亚嘛拄开始有一寡遮个拒绝，上帝迄个大歹人呢，真正要甲救嘛吼，总是咱看讲上帝会怜悯，互安那尼亚顺服，然后来帮助扫罗，后来伫迄中间来看见吼，所以伊对迄个感觉讲伊行公义，伊为着即个教会伫遐来要消灭遮个异端吼，伊看遮个信仰是异端，总是后来伊心中有悔改。伫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的15节，伊讲啥？伊讲我是罪人中的啥物？罪魁。所以咱看伊讲圣神的光甲光照了后，互伊的生命会通伫遮得到改变。较早伊是自义。总是今仔伊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赦罪。所以进前咱有读到伫巴拿巴伊来到伫即个安提阿的教会，所以即个安提阿是称作基督徒的头一个教会头一个所在。甲今仔日咱所咧看的比西底的安提阿无相款有2个所在无相款。所以保罗因为巴拿巴去大数伫遐来甲邀请，然后呢，伊怎啊来到伫安提阿，到伊做伙伫外邦的信徒的中间来做宣教，
今日咱所看的经文是伊头一遍的旅游报道、旅行报道的一个卡日哦。所以伊伫伊的见证内底，伊常常伊会去找啥？找犹太人的会堂。你看耶稣嘛，常常去到伫犹太人的会堂，了后到伫别所在。所以这使徒嘛是相款的，因拢会先去到伫即个犹太会堂。犹太会堂就是即个组织的犹太人伫遮吼，然后伊伫遮讲了，有当时伊受拒绝然后因就到伫别所在去甲外邦的所在，甲遮的非犹太人伫遮来甲因讲福音吼。圣经甲咱讲，因对别家伫遐离开，到伫比西底的安提阿，伫安息日，然后进到伫会堂，然后伊就伫遮举手起来讲：列位恁遮以色列人甲敬畏上帝。注意，咱伫遮有看伊讲保罗吼，伊伫遮对两个族群伫遮来宣扬福音。头一个以色列人就是遮犹太教、犹太人吼。第二就是讲，遮敬畏上帝的人，意思就是讲，遮外邦因归依伫即个犹太教遮外邦人。所以伫遮有无共款，有犹太人甲外邦人即两个族群。过去牧师团队咧甲咱分享，就是讲，咱有看伊讲，有犹太人甲遮外邦人拢信耶稣对无？然后讲啥？这通食，这毋通食，有无？有引起真侪只争论，所以继续咱看伫教会中间有即两个族群，保罗伊就对即两个族群伫遐来讲吼，然后因对别家行到伫即个比西底的安提阿，我要考试吼，旧年10月对牧师去有去即个所在吼，所以念恁注意者吼大概比西底安提阿是咱看讲别家是伫海边比西底安提阿是伫迄个高原头小我关山1200公尺即个海拔啦，海拔1200公尺吼。靠近迄个孔爷就是旧年有去的叫做以哥念吼，种孔爷有迄个陆道相对会通去遐驿站吼，遐驿站伫迄所在吼。所以你也看即条路山路真歹行，马车还有咧，即拖车拢无法度会通行即条路，所以因爱用行路的。中间即条路有侪只强道，也是讲未开化的野蛮的部落，所以好亲像马街当时去到伫东部伫遐吼，嘛到伫遐较原住民部落迄阵嘛。未较遐尼开化的所在吼，伫遐嘛会拄着一寡只危险，所以因爱结合着商业的即个部队吼，即要做生意的，因爱做伙伫遐行，然后暗时吼爱有人固守吼。所以伫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27节就讲，伊有侪只的旅行的经验，有拄着危险。拄着困难等遮吼，这是伫哥林多后书11章26到27有讲着吼。然后我像旧年嘛有，像有经过即个海啦吼。好，比西底安提阿甲即个以哥念就是孔爷，然后到罗斯德这是即条路叫做塞巴斯特大条的即个牧业道路。这是咧纪念阿古斯都该撒阿古斯都就是耶稣出世的时阵吼，伫迄个所在做王做罗马皇帝的王吼。即几个所在拢是伊的驻防城、驻防城吼，就是真要紧伫军事的顶面。所以保罗伊会选择遮个殖民地，然后呢，伊伫遐来传福音，互遮个外邦的信徒所以有几个所在今仔咱看圣经内底有咧讲起即个比西底的安提阿甲进前咱所讲的迄个安提阿是无相款吼。伫迄个海拔1200公尺以上的高原伫做军事伫遐方便遮个敌人伫遐来攻打吼。
去年有去到一个所在，我毋知影咱的去年有缀我去的兄弟姊妹有迄个印象无？有的人几个也无去哩啦吼。咱的兄弟姊妹甲秋林兄弟吼，嘛有去到一个所在，毋知会记袂吼。有经过即个所在，吼有即个兄弟姊妹去到伫较顶悬，所以这是伫迄个路边啊，吼我有甲翕起来，这是比西底安提阿较早的教会吼的即个所在，后来伫遮搁起吼，保罗伫遮讲道啦，后来搁伫顶悬起，即马变成做啥？即个危业就是讲，哪像看起来哪像废墟安尼吼，较无亲像伫以色列有较完整的即个圣殿，也是讲礼拜堂伫遐一个纪念礼拜堂吼。所以这大概互咱知影讲，保罗伫这比西底安提阿伫遐建教的会堂，然后讲伊的经历甲伊的见证，对所有的救恩的历史内底，咧强调旧约的救恩历史咧强调啥？强调是上帝的拣选哦。所以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亚伯拉罕了后，以撒雅各的族长会应允了后，对摩西，摩西带这百姓出来埃及，伫旷野40年的流浪，然后咧，今仔日圣经讲灭了7族，对无？这迦南的宗族，后来咱看最近拄读约书亚记拄读了，对无？开始对5月册开始读啥物？士师记啦吼，若无持守上帝的真理，就拢士师去啦。所以伫遮有竞选士师，士师若用，逐个都用，士师若佫软落，像后来咱有看到参孙等等遮个士师吼。所以头一个咱看讲，伫遮咧讲起上帝的救恩伫旧约，就是咧重点咧讲起上帝的竞选，对亚伯拉罕，然后大卫王吼。过去的历史，保罗伊用这个旧约的历史，为着要讲福音，就是要甲原来这个救恩的传统甲做一个结合。所以伊咧讲的福音是正统的，毋是讲半路出来。耶稣的救恩毋是一半就走出来安尼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来废掉这个扫罗王，旧约的扫罗王吼。然后立啥物人正做少年的王？大卫对无吼？亚西的囝大卫然后咧虽然即马大卫的王朝已经无去吼，但是对大卫王的应允一直到即马，就是对大卫王的后代耶稣基督伫遐到今仔日。所以咱看马太福音内底所讲的耶稣的族谱。内底，咱有看见啥物？对亚伯拉罕一直到伫大卫几代？14代。对大卫到巴比伦的时期几代？14代。对巴比伦到耶稣的时代几代？安尼加起来几代？我拢袂晓算，42代对吧？其实几代迄重点拢记住，较要紧就是要对亚伯拉罕连接到伫大卫，然后咧大卫的应允到伫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要对这救恩的历史伫遐来做一个引言，就是讲，我咧讲的毋是凊彩讲，是有这个组团、这个律法、这个历史的一个根据。所以对约书亚，咱知讲。伊的名的意思是上帝是拯救，也是耶和华的救恩然后耶稣的名的意思，甲约书亚的意思是相款，就是要讲伊讲，这位大卫的后裔是照上帝对祖公对因的信仰所留落来的应允，今仔日成就伫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的意思就是上帝是拯救。上帝要甲你救安尼意思吼，所以当咱咧靠耶稣的名的意思就是啥物？上帝要甲你拯救然后这个是实在要发生伫恁的生命中间。到了新约，咱看讲洗礼约翰就出来伊伫旷野穿骆驼毛，然后咧食这个草莓甲这野蜜
等等吼，蝗虫也密嘛吼，啊当然有另外有一寡才会解说啦吼。所以是伫迄个中间，咱看讲伊传福音是伫地传，毋是伫家内，毋是伫市内，是到伫地。伫旷野旷野哪有人？奇怪，就是有人，人拢走去迄个所在，然后伊伫遐甲因洗礼，亲像今仔咱有洗礼相款，然后伊用水甲因行洗礼，伊佫有啥？法利赛人，佫有啥？撒都该人讲走来这洗礼约翰就甲因骂讲啥？恁遮个啥物毒蛇的种类啦，毒蛇的种类，啥物人指示恁？逃脱将来的生气啊！哇，这是真经典哦。所以伫遮连遮的法利赛人，因足捌圣经啊，所以因认为讲，可能即个是要来迄位基督。总是伊讲是伊，毋是我我连甲伊头下大嘛无够不配。所以伫遮咱看保罗伊咧讲的遮个见证内底，福音的报道甲耶稣基督。死甲伊个活是有即款的结连，所以伊搁一遍伫遮对即两个族群阿伯拉罕的护卫，搁有啥？恁中间敬畏上帝，就是遮个外邦人。对因来讲，即个道理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然后伊伫死个活，所以伫新约的一个救恩，咱咧讲福音内底有两个重点，袂使脱离讲耶稣的死甲耶稣的个活。所以保罗才讲耶稣若无过我，恁所信的是啥物？空，咱毋免伫遮坐。今仔耶稣若无过我，咱所信的无采工。所以伫遮伊咧讲，伊讲耶稣的死甲过我，符合伫申命记，也是以赛亚，也是旧约内底先知所讲的预言，讲伊安怎？咱做来读来。伊若所记载之伊的话已经应验，就对查理受伊落来，下伫梦内，读到上帝对世人中，互伊过活。这是引用旧约的圣经内底，伫遮来对遮个因咧遵守传统，遮个以色列人，遮个犹太人，伫遮咧提醒，即款的是真正统的所以伫遮。侪人听记了，因就诚做见证耶稣基督过活的人。所以会记到伫加利利准年有兄弟姊妹拄啊到伫加利利迄个山顶，然后伫遐大水明山，遮证人因伫迄个所在看见耶稣过活，然后上天，天上嘛对因讲：恁搁咧伫遐看啥？看什么看？会记袂？无出讲过看啥？伊安怎去，伊嘛要安怎倒转来所以你爱赶紧去啥？普天的传福音嘛，免搁伫遐戆咧看，搁咧等。所以有真侪人伫迄个橄榄山，就是等到啥？待伫遐嘛要等，安尼所以伫迄个橄榄山内底有真侪些坟墓，所以伫遐大家就讲，毋茫这弥赛亚搁再来时，会通伫遐搁起来安尼所以保罗伫遮咧提醒讲。遮个人因今仔日诚做即个见证，诚做耶稣过活的见证者然后毋是干那见证尔，要搁诚做啥物？一个传福音、报好消息的人。所以福音是啥物？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的内容主要就是咧讲耶稣的过活。今仔日保罗伊引用旧约、引用诗篇，互咱会通知影讲，即个救恩。你我拢有份，所以毋干那是限制伫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当伊咧耶稣叫因去讲，恁要去对耶路撒冷、骗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啥？全世界即个福音是要互犹太人先，大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啥？希尼尼人就是外邦人，所以拢一直伫遮咧实现应允所以咱看讲保罗伊遮咧提醒讲，你伫即个名单的中间嘛，即个耶稣基督的赦罪的道理是对伊来赦罪为什么需要赦罪？就是讲因为人有罪，所以洗礼约翰就讲天国近恁着安怎悔改？耶稣搁出来，佮讲啥？天国近恁着爱悔改，
有当时的人会讲是耶稣洗礼约翰，还是洗礼约翰耶稣？其实咱知影讲，后来洗礼约翰是耶稣的先锋官，然后伫遐为着伊开路来陪伴人的心，互人的心柔软了后，耶稣阁出来，然后人的心就安怎软心，然后接受耶稣，还得赦罪。所以伫遮咱看有罪爱受赦免，赦罪权柄，啥物人有？只有耶稣。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即个人才有迄个赦免人罪的一个权柄将即个道理传互人，互人会通伫遮知罪。过去拢靠律法伫遐来称罪义，总是咱今仔日因为相信耶稣，因信安怎称罪义，义就是好嘛，是好人，无罪。所以因为耶稣基督过去因要伫遮靠律法，所以保罗讲过去我嘛是安尼自义，我要靠行律法来互我得救，总是无法度，无采工。所以今仔日咱有看伊讲，保罗在提醒我较早就是亲像你安尼所以今日互上帝光照一下我知影讲我是有罪人，然后我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互我会通真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伫遮你我真做是一个新创造的人。今日有汉残有维谦因要承认洗甲坚信礼这嘛是安怎？伫遮分别家己，然后甲属上帝、甲耶稣伫遮来立约接受耶稣，成做生命的救主。所以入入耶稣基督救恩的名单内底。保罗伊伫布道的过程中间伫遮嘛咧用啥？所问听，来树林遮人有上过会记袂？所问听话主应信所以保罗伊要讲啥？伊要讲对救恩的历史，对犹太人的传统，伫遮来引起因对即个福音内底兴趣，然后讲到咧引用先知，引用基督安怎受定罪，这是伫历史的顶面拢查考会到。然后较要紧的一个转变，就是讲上帝互伊对世人中高我赢过死亡的关系。我互咱对未来，虽然咱面对死亡的时阵，咱犹原有永远的盼望。所以洗礼毋是干那一个仪式，洗礼较要紧是圣神甲你讲，你是上帝的囝儿。然后呢，即个救恩会通直到永远，无有啥物会通早到永远，只有啥物？只有即个永远的应允会通对你到永远。所以咱就要信靠耶稣基督。今仔日有人讲伊是基督，迄就是异端。咱毋通相信所以最后提醒讲，咱就要相信。所以呢，所问听话主应信你要讲啥物？毋是讲你一个月趁偌济你的价金铺仔内底存款偌济人怎无爱插你安尼所以伫遮要安怎引起因犹太人的兴趣搁有外邦人因对这救恩我嘛有迄个。权利会通得到，毋是像古早以色列人讲，即个救恩只有限定我，毋是。所以伫遮咱要透过保罗伊安怎讲福音，嘛要来训练咱安怎伫遮来讲福音。感谢你咧写的见证，有人写是落长，咱要安怎简单明了，搁互人记会牢，简单明了，搁详细讲，这足无简单总是伫遮简单就是迄个陈汉的孙啦简单伫遮咱看伊讲，对较早我还未信主了，还未信主之前，我是一个啥物款的人？可能有一天因为啥？某物人，我的厝的人，我的朋友，带我来到伫教会听到可能牧师咧讲到，也是一首诗歌，我的心有这个感动，然后咧，我决定试看卖我来信靠对打了后，我安怎互上帝的话，互上帝的真理伫遮来改变我要讲是伊，毋是我，是伊互我的生命转变，毋是靠我家己的快乐所以对打我的生命无共款。所以这就是要安怎帮助咱3分钟、5分钟的见证，
对信主前，我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信主的过程中间，是因为某物人某一件事来影响我，而且有真大的改变，是为什么？互我今仔会通伫即个所在？然后伫迄个过程中，检测嘛有一寡遮的精进，有遮的影响我。总是最后，因为什么款的事件，互我决定，我对当了后要抓条上帝的救恩。这就是咱要怎伫遮写你的生命的见证，兄弟姊妹，互你会通真做是一个祝别人的管道吼。咱来听这个周信福这位兄弟吼，伊本来是做一个咱也知影伊吼，你若电视常常有受访问做保全甲乌道嘛，常常有遮个连接酒店等等。总是伊信耶稣了，伊的生命安怎伫遐改变？你也看伊短短2分外钟。即个见证安怎讲？咱做伙来看。我是周信，电灯现在是国际文化公司的总监。我在国中的时候接受过跆拳道、跆拳道的训练，在当兵的时候，曾经在特务队受过专业训练，所学的内容包括防暴、救援、武术、急救等。我自己本身是宪兵退役的，那也从事相关保卫国家元首的任务。那我退伍之后，承接的一些任务，包括经济酒店、酒厂、世贸、寺庙的保存任务及各项的一些专案。我曾经有接过一场任务，在进入酒店街的时候，等于是的过程心战很强。那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周旋颠倒，不容易见。常常因为任务保护的过程中，还不进厕所，因为要保护这些伤。所以说，在我的人身安全的业务的过程中，真的是历经万分的艰辛。我在28岁成为基督徒，神他将我整个从反面的整个思想，把我以前的拿手的一些技能改变成正面及有意义的工作。在28岁受洗成基督徒，神的带领让我遇到以前的事业都不是这样的。当然现在我全部都改变。我那时候因为没有人去带领，所以我所做的事情，我自己有的能力得到对错。那我现在就是把我的经验来去分享，耶稣也是这样去做改变的。那我以前所做的事情，我都不敢跟别人去讲，神确实改变我。以前我没有这个管道，但是我现在有这个耶稣这个合法的管道，所以想要从事一些这些保安的工作，也可以过来找我，因为这边是耶稣的地方。我甚至今天的成就，都是来自神所赐的机会。我也谢谢一路上支持我的老婆与家人，谢谢他们为我这样去做，相信这一切归于他们。咱看见讲，在做见证的过程中，咱最后就是将一切荣耀归乎咱的主上帝吼，是伊，毋是我，毋是伊家己的教，是因为讲耶稣伫个生命内底来改变，好亲像保罗，伊拄着耶稣共款，是伊，毋是我，毋是伊靠着伊所有学习的这个律法的财物伫遮来拯救伊，是因为耶稣基督，互伊伫伊的生命中间拄着了靠着耶稣互伊的改变，所以耶稣的意思啥？上帝要拯救，上帝是拯救，拯救咱脱出，亲像周信福这位兄弟，伊过去检查伊所做的、伊所讲、伊所想的，是无属上帝的思想、感情甲意志，所做无共款的决定，都是因为耶稣改变，互伊生命会通无相款，伊会通成做别人的一个祝福的管道吼。第二，咱看伊讲，伫基督的救恩的历史名单咱一定爱伫的，毋是咱一定爱伫的那点，咱的亲情朋友是毋是有缘伫即个名单的中间？咱要做伙用圣经伫遮帮助咱，互咱会通
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底有份，也会通成做是一个上帝救恩的管道。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恩待阮，互阮伫罪中间，阮犹原有机会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因为阮的亲人、朋友，也是主你圣神的感动，互阮家己会当伫遮来领受这个真理福音。主啊，帮助阮清楚明白，是你的拯救，毋是靠阮家己的好所行，是因为你的怜悯，毋是因为阮外口做啥物，互阮有机会伫遮领受这个救恩。主，你的神充满，特别今仔日有2位要洗礼更新礼，你的圣神来感动坚固因的信心，求主圣神也充满伫阮在座，也未接受你当做性命救主的主啊，显明你家己，互因认捌你，安怎疼因，你眼中看因就是宝贝，你愿意为着因来付出性命的代价。今仔阮透过守圣餐，饼甲杯，在表明主你的疼，甲你的牺牲。你爱阮透过安尼，常常纪念你所做。也愿主，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受洗归主你的名，也会通成做你施恩拯救世间人的管道，徛伫人甲中间，成做好好的使者。求你来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一个吟圣诗354首，第1节、第2节，来准备来举行成人的洗礼。伫吟的中间，请要洗礼的汉残来到头前。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到咱的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你讲，你着深信，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当你要受洗礼，你着伫上帝甲众人面头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
汉禅来注意听，大声来应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有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真爱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有啊无？等汉禅，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赏赐互你侪侪恩赐，也要透过你来影响侪侪人，来信靠主，互你有气力对顶头来赏赐智慧充满你。就甲主过来时，要称做好过尽量的罗卜，靠耶稣的名，阿免。面对我。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搁愿你的神、你的魂、甲你的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倚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慈悲疼痛阮的主上帝，你愿意万人得救，无毋茫有一个定论。你看人无法度用家己的方法，靠着律法来称罪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做人甲上帝、人甲人中间和好的管道。愿主耶稣，你的恩典，甲你的救赎充满伫汉禅伊的身上，也透过伊成做你受恩所的管道，坚固伊的心，直到主你过来，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向后转，请笑员伫遮来接纳。来，咱来请伊的属灵谈判吼，伊敬拜团团长吼，还佫有要送的无？这行出来可能有大包哟。这有当时啊，拢有服务着啦，歹人来遮吼，拢变好人安尼吼。来介绍亲人吼，伊爸母吼，咱陈克明兄弟，甲桂珍姐吼，因
地母。好，请坐。还有无？嘿，咱恭喜伊啦吼！预定10月初10要伫咱教会举行结婚的礼拜吼。所以咱好请回座。咱来唱圣诗吟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你伫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来行虔诚的礼，来告别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单位欠，你伫细汉已经受洗礼，决定伫主耶稣基督做迦南教会小义会员，属伫伊上帝的恩典，也已经互你长大成人。拄啊满16岁当伫上帝甲圣人的面前，要承认你的父母替你所立的约，来告别你的信仰，归属伫主上帝，献家己互伊，也诚心誓约来服侍主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的天父的爸的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所以请威谦注意来听，大声来应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又要安尼来行啊无？你细汉已经受洗。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也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主。你伫逐世代兴起人来跟对你，你也互少年人归向你，坚固因的心，成做即世代少年人好的模样。愿主你所互威谦，伫所行所做所讲，荣光上帝，互人得到利益，伊得到满满的福气。成做即世代少年人的模样，愿主你引带伊继续行伫你恩典的道路，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圣名，阿免。请小会员来接纳上座。
咱来请伊的属灵同伴吼，张牧宣接受。当因咧洗礼时吼，天地嘛在撼动啊，所以拄啊11点24分有地动安尼吼。啊来，咱看咱来介绍啦吼，伊的爸母是咱的敏德张乐个伊妈妈孙妹甲伊小妹咱甲因拍鼓啊。佫有其他亲人无？无啦吼，好，咱来，后壁是要啥？赠送礼物吗？有要送礼物的无？无啦吼 ，OK， 好，咱佫一遍拍鼓甲伊祝福吼。好，请回座。咱做伙来吟圣诗356首来准备甲主坐祷。圣诗356首，坐咧吟第1节、第4节。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上帝与教会陪餐者，咱通做伙来守主的圣餐。如果咱中间若是有未接受圣人洗礼更新礼的，请你暂时莫接受。请听主耶稣对今仔群伊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恁囡仔着磨担当来，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每一个人三甲同在。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是主耶稣南暝迄暝有摕饼来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特别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特别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伫设立圣餐的时，又摕饼来祈祷祝谢，咱也做伙来感谢，一起来祷告。听从阮的主，你赔命牺牲，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面对绝望，因为你的救恩，互阮有永活的毋望。靠着你所加添互阮的气力，阮通面对世上无论顺境逆境的挑战，
互阮得到你属天的权柄溃烂，赢过黑暗的关系。但求你分别杯甲饼做成，互阮食了后，搁一遍感谢你，也得到你属天来的溃烂。互阮继续行伫你恩典的道路，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拍破，恁特别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长老来服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为着恁所留的宝血，是新的约。请咱摕着饼甲杯，咱会通安静祈祷、感谢甲恳求，求主供应属天的开力、恩典、智慧，恳求主圣神来感动，互咱在座若无道的，会通早一日把握这救恩的机会。当你领受这杯甲饼，你家己祈祷感谢。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食、特别啉的时，就惊呢来纪念我，因为我是恁的主，阮的上帝。毋知各位兄弟姊妹，你是陪餐会员，还未接到这个饼甲杯啊无？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特别食、特别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
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答辩者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答辩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毋知咱中间有陪参会员，还未摕到饼甲杯啊无？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伫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答辩者答辩啉的时，做伙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伊的果仔直到主过来，愿主的恩典甲恁三甲同在。咱搁一遍用感恩的心做伙来感谢。阮感谢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上帝。你现在就是伫阮的中间，你彰显你的权能、荣光充满，互阮对你的杯甲饼得到提携，得到快乐，得到盼望。愿主来赐阮，互阮伫阮的人生中间，丰丰富富充满你的恩典，也通成做你是阮所的管道，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奉献是咱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无明白这个奉献的意义，请咱通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慈悲疼痛的主，感谢你的引带甲带领，互阮有平安甲喜乐，
经历你所享受的每一日，搁互阮伫今早起有一个好的敬拜，互阮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上的美良，信仰上的造就，愿献上深深的感谢。主啊，阮也求你赏赐互阮每一个人有够业的智慧甲勇气，互阮的喙成做主你福音的出口，讲传主你的福音。当阮献上主你所赏赐互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做主你圣工的路用，求主圣化，愿主感动。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免。请坐，咱请义牧师来报告。报告的大声咱要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吼，陈模忠，是无？伫后壁咱甲伊欢迎吼。听模忠兄弟，请伫迄个长老送迄个小礼物。拢袂记啊，早起有吩咐。来第二位，咱欢迎这个家庭周家明、周玉温高妙君姊妹因全家伫咱中间咱该欢迎，欢迎，好，请坐，愿上帝祝福恁。来，其他毋知阁有无？好，若无，咱来看唱报的消息。今仔咱有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也有韩翔甲伟谦因有先洗礼甲更新礼恭喜因诚做甲咱教会一员。咱后礼拜5月7日母亲节主日，要来庆祝母亲节。欢迎咱会通邀请者有做妈妈的亲友做伙来参加。咱8月2班伫6月7开始9点到10点，伫数控伊教室要来教8月2基础班。若要学台语的会通看罗马字。咱会通伫5月24号进前1楼填写报名表。望15个人以上才有开课这比牧师较严格牧师10个人就开课安尼后主日咱若来出席伫主日礼拜或者妈妈拢会送1份精美的礼物所以请咱会通伫遮来把握这个机会。来下一个。5月7日咱台语礼拜是儿童牧区来伫主义中间来服侍，所以请咱牧区的同工甲亲子伫9点30分伫601教室集合准备心。咱的阿卡贝夏令营要伫7月20到25来举行夏令营。所以即马已经开始咧招募同工，欢迎咱的青年朋友做伙来投入伫儿童的服侍。然后意愿会当语文干事来报名，其他请咱家己来看。请咱来5月受青5月的生日的有无？请咱起立5月寿星。袂少咱来唱，甲因祝福一下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爸爸来祝，做伙来感谢祈祷。主啊，活命对你来，主你所要享受的活命是丰丰富富的活命，因为阮认捌你是阮一生中上大的祝福。但愿主你享受好这
5月生日的兄弟姊妹，心心灵拢勇健，灵魂体兴盛，凡因所做拢行通顺利。因领受恩典，也要成做你恩典的出口。供应因教业，阁有出入拢有平安甲喜乐。祈祷恳求，靠耶稣圣名，阿免。请坐。会记去食鸡卵糕吼，会转去恁兜食吼。咱来读两遍的金句吼，读两遍金句做伙来。约翰特别前伊的路站的时讲，恁拍算我是一罪，我毋是基督，有路尾我来。我头伊的下大也袂砍直。使徒行传13章25节，搁一遍。约翰特别前伊的路站的时，恁拍算我是一罪，我毋是基督，有路尾我来。我头伊的下大也袂砍直。使徒行传13章25节。咱念伊礼拜刷请咱的小会员、牧者团队、夫妇，搁就是今仔日的洗礼甲健身礼吼，会当做伙来头前吼翕相吼。咱礼拜刷就随来遮翕相吼。最后，咱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咱请义牧师来做祝祷，请咱起立。同心祈祷了上帝说：，那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搁我的大权能充满，互恁伫地里困饱，伫天里也困饱，伫地里透放的，伫天顶也要透放。愿主永无改变的主爱包围恁，也互恁会通彼此相听，成做上帝听的管道。主圣神，求你感动阮的心，互阮随时抓条救恩，也成做传福音的使者。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
咱礼拜到这，愿上帝恩典、平安，甲咱三个同在，咱彼此来祝福。请咱小会员、牧者团、服务团队，搁咱的洗礼吼，来到头前。来，小会员来。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会员哈，等一下我们再哈。哎，脱口罩。